開始宣誓。我謹以至誠起誓，在多元智能挑戰訓練營裏，全程投入，主動學習，積極與別人分享，幫助自己及其他隊員克服困難，絕不放棄，並立志成為自律自重的青年人。此誓。邊個叫我俊浩？係咪叫我俊浩？另外，地語識邊個？我覺得可以玩得開心啲咯，就係同埋挑戰嘅時候盡力咯。我對呢個訓練營嘅期望就係希望可以令我自己學到更加多嘅自律能力啦，因為喺屋企都好少自己一個住，其他同學一齊互相幫助嘅機會。喺呢個營裏面，我學到自律，我覺得我可以帶到呢個自律返學校，我覺得我會可以專心上堂，少啲瞓覺。就有呢個仿包片喺入邊嘅，就睇落去好高級啦。之後另外咧就有一隻蛋啦，有一隻蛋，三文治。我覺得呢次訓練營會令我以後嘅生活有規律啲咯，同埋令我喺學業上都會自律啲咁温書。你咁啊？唔緊要，你繼續啦，你做到就得㗎啦。呢個出口。望一望啊！呢度會出嚟。唔係3個啫咩？係咯。我太大啦，我細嗰個。過咗啦。望下冇用嘅。呢個唔使你做嘅。唔驚。無所不為。最驚係我。唔驚，我好驚啊！我好畏高嘅。我驚啊！有你陪我就唔驚。我哋好住個燈先，好住個燈嚟啊！係啊！
我遇到最大嘅困難就係點樣完成好好咁完成一啲教官俾嘅指示。咁因為教官嘅指示佢唔一定講得好仔細，而係要你自己慢慢去揾佢所要嘅標準啦，將一件事做得最好。如果解決方法就係仔細觀察下教官平時做呢樣嘢啊，方法啊點做啊，做到嘅結果啦，做事嘅結果啦，同埋佢嘅性格啊各種特徵，咁樣去做到一個令教官滿意、長官滿意嘅結果同埋效果，係。你唔冷靜，我收嘅信息收得1至2隻，我都唔知你喺度喺邊個位置，我好難揾到你。簡單啲，再簡單啲，人手到現在都係用人手啦。加州救火都係人手啦，現在，同埋攞個手袋抽順水。我覺得第時我如果工作嘅話，揾唔到方向，可能呢次訓練營會幫到我第時可能做消防員咯。我最深刻嘅活動係參加消防博物館，因為嗰個博物館入邊可以睇到好多唔同時期嘅消防車同埋嗰啲人嘅服裝，仲有好多唔同嘅事件人物。我話可以同隊友合作。小真嘅，不遲一步啊！
抱住，打板。黑箱，因為我本身有啲驚黑，跟住入邊又黑又窄，跟住睇唔到任何嘢，就只可以用語言同埋肢體同啲隊友溝通。後尾都係好順利咁樣出到返嚟，就覺得有啲成功感。目前為止咧，我覺得游繩下降呢個活動咧係令我最難忘嘅，因為佢都幾需要勇氣去挑戰，去落去嗰陣咧都要克服呢個困難，去令自己唔驚落去嗰一下。我喺呢個營裏邊最多謝就係我哋嘅班主任詹 Sir， 因為咧佢用一嚴而有愛嘅教育方式去教我哋啦，同埋喺教嘅過程裏面咧，佢仲會鼓勵同埋關心我哋，令我哋更加上進同埋有進步。我呢個營入面遇到最大嘅困難咧係檢閱啦，咁檢閱呢段時間咧，長官嘅要求對我哋係好嚴格。咁第一次檢閱喺禮拜二嘅時候咧，個個人都俾人炒到好犀利，個個都做晒門影凳。第一次咧，我係唔清楚咩係骨嚟，咁長官解釋好耐，我先明白咩係嗰條線係咩啦。然後燙咗幾次失敗唔緊要，你燙翻平佢啦，然後你拉翻直嗰條骨就得㗎啦。第二次檢閱嘅時候咧，教官甚至係望多我兩眼就過，唔好話咩作咩評價。咁甚至係後面係幫埋其他同學去燙啦，教埋其他同學去燙。到底球用手搞？做什麼都不被看好，自問資質不算高，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仍想去做。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我係呢個第11期第3隊嘅呢個廁所執行官我係專管廁所嘅。所以咧，我認為我翻到去咧就可以幫學校洗廁所。係點樣係要面對人，係點樣同教官講嘢啦？好迅速咁回答嘅問題啦，同埋都要好認真咁面對，同埋要認真咁樣聆聽嘅。唔係，其實都係有啲困難啦，對我而言，但係我都係好盡量咁嘗試嘅。同埋咧，咁其實喺個 camp 嗰度，其實我學識咗點樣燙衫啦。我平時咧都幾少去做家務嘅，實際上都係錯識做家務啦。咁我分擔屋企嘅一部分。誰都可發光，只要找對
誰人都可發光，讓我熱情依然未降。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從來沒標準答案，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我喺呢個營度最大嘅困難就係葉長官嘅檢閱嘅過程啦，就係因為佢葉長官對制服嘅要求都較為高，所以第一次喺星期二都俾人罰咗一輪，跟住就喺嗰度得到教訓，就係唔可以連制服都可以 hea 或者鬆懈呢啲嘢。就係花多啲心機練習啊，同埋嘗試燙得最好。問下同學佢哋認為衣服夠唔夠整潔？如果有得嚟，記得喺廁所。